有我哋嘅一個14向電調座椅啦，有羅盤 SC 組件啦，有 BOSS 音響啦，幾乎滿配嘅一台911。睇下選配單選咗幾錢先。嚟，各位老細，選配選到144萬8，嗱，落地價錢160萬，但係呢台開咗4年車，17000公里保實標嘅911卡利拉，現在在售89萬8，係一夜幫大家慳咗成60個喎，17000公里原版原漆喎。嗱，點樣揾到睇到我呢台車嘅資料呢？嗱，阿 B 仔、阿 B 哥，各位老細，左上角關注點一點，小風車點一點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位小相俾我，我會將呢啲911嘅資料全部發俾你睇。藍色嗰台5字頭。嚟，藍色嗰台5字頭，藍色嗰台50幾萬就可以擁有啦 B 仔。好熱啊，熱到不得了，真係腳粒底都出晒汗，出晒汁，好熱。今日好熱啊！嚟聽聲浪可以啊，嚟等等帶你去聽好冇？嚟1年365日都着涼鞋，係啊，好鬼熱啊！嚟各位老細，有冇廣東嘅富豪喺直播間先？R4代呢台係新款喎，係咪？最舊款哦，上一代。嗱呢台咧係 R 鬼面罩閃電眼紡錘式嘅前臉非常之經典，呢個咧係第4代嘅 R 叉。嗱，家用車當中嘅家用車，呢台係4驅點壓版嘅 R 叉300喎。嚟，有冇人中意呢一代嘅先？新嘅無論外觀定內飾都大改款嘅。我想問下直播間咁多位老細，中意新款嘅 R 叉飄過1？中意呢台經典款第4代嘅飄過2嚟睇下，睇你哋點樣揀好冇？因為我哋而家新舊款都有。嗱，仲要係呢個黑色嘅外觀，好鬼型嘴。嚇？你飄移係嘛？攝影師話中意分開嘅尾燈，唔中意貫穿嘅尾燈。新款係貫穿嘅。嚟睇下呢台先。吳生話中意呢台係咪？林總話中意新嘅，有新嘅都有。嗱，中式嘅內籠液晶顯示、液晶儀表，仲有石英鐘錶嘅。呢台咧係4驅點壓版嘅 R 叉300嚇。你話當時呢個台車賣到成60萬落地喎，接近70萬落地喎，4驅版，仲要等半年喎。但係而家幾錢可以立低啊？幾錢立低係嘛？我睇下資料先。有冇2字頭咧？有冇2字頭咧？估計都係20幾萬預算。當時成70萬落地嘅車 ，R 叉300 4驅點壓，睇下先。嗱呢台係，哎呦，仲要係特別版喎，呢台唔同㗎。有馬克㗎？呢台唔同㗎，有馬克嘅咩？睇下先喎。有台顯，有冇馬克啊？冇，冇有馬克，冇馬克嘅呢台。有馬克咩？我都見到啦。邊度啊？寫住咩？右邊嗰粒船樓上面嗰英文字係咩？哦，係喎，呢度喎。係喎，馬克萊文森啊。點解佢呢度唔寫住嘅？咁低調嘅？這麼低調的嗎？開0字的老闆都不告訴我的嗎？仲帶馬克嘅喎。呢台係2021款4驅特別版嘅 R 叉300 3年車，帶馬克萊文森嘅音響喎，木紋嘅色板都有喎。你哋估下而家值幾錢？當時呢台應該貴啲喎，70萬落地，70萬落地嚟，70萬落地。2021款。22年上牌，7萬公里，保時表，4驅特別版，帶馬克萊文森音響，帶苔蘚。當時70萬落地，而家要去到318800，呢個價位可以買新款咯喎。新款前驅㗎嘛。係啊，但係呢個4驅帶馬克，睇你哋點樣揀嚇，318800仲可以傾一傾。嚟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先？左上角關注點一點，小風車點一點，提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位小相，我會發呢台車資料俾大家睇。呢台正唔正先？正爆！有冇老友記中意先？有老友記中意嘅話，現場斬個價俾大家。有幾個老友記喜歡這台車的，飄個1來看一下。嚟飄個1來看一下，有冇 2.5G 嘅排量啊？有。2.4係咪啊？睇下新款咯。
睇下咯，睇完舊款再睇其他咯。嗱，你唔好睇佢7萬公里啊，原版原漆㗎，一手車嚟啊，一手車嚟㗎，精品車況不得了，不得可了啊！嚟各位老細 ，R300係啊 ，R300 4驅特別版，帶馬克萊文森，帶台顯，仲要係一手車原版原漆。咩問題？開咗3年7萬公里，仲係原版原漆，幾錫車呢個車主，正到不得了。我的車呢 ？OK， 在這裡嚟，多謝阿藍總嘅關注。嗱，啱先睇完上一代啦，睇完第4代嘅 R 叉啦，咁睇下第5代 R 叉先。嗱，呢一款睇完啱先嗰款，你話嗰隻好睇定呢隻好睇先？新款好睇飄過1，舊款好睇飄過2，繼續調查一下。咁啱先嗰台318800，呢個價位直接上台新款都得，上台新款都得，而且呢台係油電混合嘅，不過佢就2驅前驅車嚟嘅嚇，前驅車嚟，冇馬克萊文森嚟，冇馬克萊文森，冇台顯，超音速太銀嘅外觀啦，4門無時進入啦，19寸鈴啦，貫穿式嘅尾燈啦，都係新款特有嘅，而舊款嘅話完全唔同晒。嚟 R350，R350H 油電混合版本，咁大一台車，佢嘅油耗5點幾個油，100公里油耗5點多個油。嚟4門無視進入，睇埋個內籠。你覺得我最好睇？林總話新款好睇係嘛？嚟，中意新款嘅睇下呢台，秋山律中嘅內籠，純進口車型，5座 SUV， 空間係非常之夠到位嘅。報價錢俾大家先，呢台仲平800蚊。你揀邊台？我都唔揀。2023款 R350 2驅悦享版，2年車36000公里數，31萬8嘅價錢可以帶走啦。嗱，你們說你會選舊的還是新的呢？這台比剛剛舊的那台便宜800塊錢啦。最低一成首付3萬零蚊，呢台同樣原版原漆嚇，好多 R 叉好多價位20幾萬嘅都有嚇。點樣揾到車攞全場在售現車資料呢？左上角關注點一點，小風車點一點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就得㗎啦。我揀嗰邊。AWD 全時4驅黐上去嘅，我今日冇問啲朋友仔自己答咗啦。AWD 嚟有冇咁低油耗？就係咁低油耗。嚟咁睇咗我哋嘅凌志啦，嗰啲車家用㗎嘛，咁你想話要去爬山涉水，要去享受人生，要去向往山川，你要開咩車呢？開嗰啲車差緊啲感覺，咁咪必須要開呢台啦。呢台好特別㗎。呢台好特別㗎噃。唔係普通嘅衛士喎。不是普通嘅衛士喎。衛士90、衛士110都大家經常見啦，衛士130 8座版本有冇見過先？你哋有冇見過？見到未個尾？成台攬勝創世咁嘅款俾到你喎，你睇下幾長？呢個都有成5米幾長喎，5米長嘅車身喎，幾長？嗱90咧個位置就到呢度嘅啫，長度110咧到呢度，呢台係130到呢度。係咪好鬼長好鬼闊落？嚟呢一台衛士130啊！你話去旅遊搭7個妹妹一齊同你去睇下日出睇下日落幾過癮啊！搭7個妹妹豬同你去睇日出睇日落空間又夠大係咪先？又搭得多人，家用都得冇問題。嗱，睇下個內飾先，各位老細，有冇感興趣就睇衛士130啦。嗱。底升啦，4門無時進入啦，多種駕駛模式嘅調節啦，台顯英國之寶嘅音響啦，全部都有。電調座椅都成12向電調座椅，加埋佢後排空間真係好鬼闊落，因為佢真係好長。嚟3排8座嘅佈局，3排8座嘅佈局，衛士130，有沒有老闆喜歡的？有2個好咯，仲7個。呢台車真係可以搭7個喎，佢8座版本嘅，係咪先？搭7個妹妹上山睇日落嚟。2023款130 3.0T 400匹馬力，2023年2月份上牌4萬公里數，俾大家估下
呢台車當時落地要去到130幾萬，而家4萬公里仲值幾錢？還值多少錢？有冇老闆知道？維時1102手嘅價，有冇人知道先？僅差3萬蚊。嗱，呢台130萬落地，2年車4萬公里，而家仲值幾錢？有冇人知道先？嚟多謝 J2嘅關注，歡迎各位老細入嚟直播間。嗱，呢一台車喺我哋公司呢個報價呢，你去廣州只能夠買到一台維士110，但係喺我呢度可以直接上台維士130。而家直播間報價68萬8， 68萬8，直接給大家打了個5折，精品車況68萬8，開走維士130。點樣揾我攞到檢測報告，攞到第三方聯合報告資料呢？左上角關注點一點，小風車點一點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。求其攞我哋嘅資料去廣州、去深圳對比，呢個價位我絕對講係非常之有優勢嘅。嚟留低小位小信嚇，呢台9蚊9下訂，9蚊9俾你自己圖。嚟各位老細 ，GLC。維士130咧太大台啦，咁喺我直播間你揾啲家用車嚟計嘅話，凌志太低調，咁你直接上台奔馳 GLC 都唔錯。GLC 3004驅嘅動感版本最新款嘅，又長咗又闊咗又粗咗，成台車都。23年7月份上牌，23000公里保實標，而家直播間報價32萬8800， 32萬8800。4門模式進入，睇下個內籠。冇錯啦。愛馬仕城內呢個 GLC 300仲要帶木紋飾板、大豎屏 S 級同款豎屏，電動座椅調節，行李架，仲有咁霸氣嘅 pat pat， 有啲 GLE 嘅感覺喎。呢一代嘅 GLC 即係大台咗好多，闊落咗好多，家用又得啦，你開出去都比較有牌面啲嘅嚇。32萬8800開走，準新2萬零公里嘅 GLC 300 4驅動感版，一成首付做到3萬幾蚊可以帶走。一手車原版原漆，秒過3方。點樣揾我攞到資料？全市場對比呢？各位老細。左上角關注點一點，小風車點一點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位小信。來你家買可以上廣州牌嗎？前提咁嘅話要幫你傾傾喎，傾傾咯，留個言咯，係咪先？霸道總裁點點這個小風車，看車2個字發送過嚟。未點關注左上角關注點一點，左上角關注點一點，你入嚟整一台靚仔啲嘅車俾大家。點風車留言俾我揾到車同你傾傾㗎，同你發送下資料俾你睇下，好唔好？買唔買唔緊要，買不買不要緊，了解新產品啊嘛，係咪先？嚟呢台，各位老友知，寶馬3係4係5係見得多啦，寶馬嘅 GT630i 係咪好耐未喺我直播間見過先？嗱，而家打算買5係嘅老細。你可以用5係價錢直接上到呢一台，跨界旅行車豪華版本嘅 GT630 630i GT 版本，咁佢有咩？佢有咩咁特別呢？嗱，佢嘅底盤同埋7係同款底盤嚟嘅，再加上佢4門無邊框，仲有個大掀背造型。嗱，看一下7系同款的底盤喎，開起來的感覺就像開7系一樣。但係咧，俾到你嘅價錢咧係5係嘅價錢，你睇下幾咁闊落。哇，後排仲可以放低喎。係喎。哇，直接變成大床房喎。一件放到啊，兄弟。一鍵放倒功能喎，喺度鋪張墊，喺度睇下星星，睇下月亮，睇下日出，睇下日落，幾過癮啊！秒變大床房啊！呢台咧可以出去旅行用嘅，50萬可以買到咩？買到咩車？買到好多。卡宴X5 GLE SUV 嘅話，如果如果跑車嘅話，買到911甚至帕拉梅拉都得嚇。嚟就咁樣放住啊？點啊？6GT 喎。6GT。買一台少一台，停咗產，絕咗版。呢台係最新一代，都係最後一代㗎啦嚇。睇埋個內籠先。嚟，你要什麼？你告訴我喜歡什麼牌子？來，這一台是我們的一個干邑中嘅內籠啊。
帶液晶顯示、液晶儀表、台顯、哈曼卡頓都有齊晒。咁你唔想話開出街周街都係嘅，唔係，你就直接上台630i GT 版本。咁呢一台嘅話，當時新車落地要去到70萬，但係而家2023年11月份上牌，開咗2年嘅時間，48000公里，幫你慳咗成37個。而家直播間報價33萬8，打咗個4.5折俾大家，33萬8800嘅預算直接開上跟七系同底盤的630i GT 版本。來，各位老耳機，怎麼聯繫到車拿資料呢？48000公里2年車，2年車。嚟，各位老細，左上角關注點一點，支持下車。右下角小風車發送睇車2個字俾我，我會發送所有嘅資料俾你睇睇，好唔好？阿牛叔仲喺度嗎？阿牛叔，50萬預算啊！嗱，呢隻啦。50萬預算開呢台啦。我見你寫住廣東牛叔，我照計冇一個廣東人會拒絕到一台雷克薩斯吧？係咪先？有冇喜歡雷克薩斯嘅廣東佬嚟知？有冇中意雷克薩斯嘅老細飄個1嚟睇下？特別係廣東人冇辦法拒絕到嘅一台車，廣東人心目中嘅勞斯萊斯就係呢台啦，唔使講啦，而連50萬嘅預算都唔使可以帶走，仲要係非常之高配置，選配咗馬克萊文森音響。嚟，鬼面罩閃電眼呢台咧係 LS 500H， 5米幾長嘅車身，對標7係對標 S 級，但係佢會比佢哋更加低調，而且更加之慳油。嗱，呢台咧係架仔嘅頂級發動機機頭嚟嘅喎。啊，嚟雷克薩斯 LS 500H， 黑色外觀，黑色外觀。後生仔開啊，咁啊，好多後生仔都中意嘅喎。好多後生仔都中意啊！如果你話賣俾後生仔開嘅話，買台911俾佢咯，50萬嘅預算，冇理由唔中意嘅，絕對中意。E 級又得。E 級又得嚇，嚟睇睇個內籠先，睇下內飾。哇，中式干邑中嘅內籠，跟住嘅話，呢啲多功能嘅方向門，跟住仲有大馬克萊文森嘅音響，連個門板呢度做嘅用料都好足喎。帆布皮、納帕皮、小牛皮。後排仲有電調座椅，仲有我哋嘅一個獨立空調調節都有齊晒。咁呢一台咧係 LS 500H 嘅卓越版本，選配咗馬克萊文森2021款，2021年上牌，2022年上牌3年車，75000公里保實標，當時要賣到成96萬落地。而家賣緊478800，直接帶走佢，直接帶走它。感興趣老友記，3年車75000公里保時表，478800。呢啲車嘅話咧，你開俾你細佬，你細佬再傳俾佢個仔，再傳俾個孫都得。一車傳三代，呢台車好襟開，好襟齊嘅。感興趣揾我攞資料。左上角關注點一點。小風車點一點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，留低小位小信，留低小位小信。咁如果你覺得呢台 LS 太過於成熟啦，寶馬應該後生仔都會中意吧？19寸輪毂，19寸嘅輪毂嚇。牛叔點我右下角小風車，我發送所有資料俾大家睇，好唔好？嚟呢一台寶馬 X5。50萬唔使嘅預算，40幾萬預算直接開走。寶馬 X5 國產加長版本30 LIM 運動耀夜。牛叔話要睇車。專享睇車係咪啊？嚟牛叔呢度，牛叔你點呢度？小風車睇車2隻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位小信。我到時過嚟接待你，帶你去試駕都冇問題。開車置換優惠更加之大，買車賣車置換車都得。冇錯。嚟，留低小位小信俾我，點擊右下角小風車，好唔好？牛叔收到你個留言啦，留低小位小信或者喂俾我，好唔好？嚟呢台寶馬 X5 國產 2.0T 30 Li 嘅專享。高配頂配天仙配，呢個銀色外觀20寸嘅大拎4門無視進入，中式拉爬座椅，哈曼卡頓台顯氛圍燈，液晶顯示、液晶儀表，多種駕駛模式調節，水晶3件套都有齊晒俾你啦喎！
嚟呢台空間大配置又高，22款，22年10月份上牌，3年車3萬零公里數，當時要去到成70幾萬落地，但係而家42萬8可以帶走，42萬8可以帶走它，所以50萬內好多選擇，甚至你買卡宴都得。買911買帕拉梅拉都有，看年份公里數。我哋全場200幾台驗車資料，全部都有檢查報告，你可以攞資料翻去貨俾3家，價俾5家，幾萬蚊到200幾萬嘅車都有。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先？嚟左上角呢度關注點一點，好冇？小風車點一點，提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位小信，你肯定要買一台。感謝牛叔嘅關注，感謝牛叔嘅支持，感謝你啊！揾日過嚟請你飲奶茶，過年前給你弟買可以呀、你還缺弟嗎？牛哥，我是你異父異母的一個親生妹妹，你認下我做阿妹得唔得？嚟，各位老細，講到話親戚家用啊成嗰啲啦，有細佬有妹有小朋友，一家大細坐埋一齊係咪先？我哋一齊出去遊浮，出去食飯，揾台7座 MPV 翻去。呢一台豐田塞納，哇，好羨慕啊！你唔好講啦，我要回去賣一下我哥。50萬哦！怎麼我哥不給我買一台嘅？什麼肥事啊？你剛畢業開什麼？我剛畢業開什麼？開電雞咯。大家啱畢業買咩啊？開啲咩啊？我想問下直播間咁多位老細，你哋畢業出嚟冇讀書咗之後，你哋揸咩車先？第一台車係揸咩車先？話俾我知，人生中第一台車。好奇一下。哇，好正啊！牛叔畢業可以揸台50幾萬嘅車。冇心機上班，我想打電話俾我大佬，點解佢冇你咁成功？嚟呢台7座 MPV 豐田賽納油電混合版本2.5嘅尊貴版本嚇，呢台係2021款嘅，2023年4月份上牌，2年車行駛咗18000公里保實標，18000公里保時表。油電混合，有慳油有襟齊，3大件又穩定，後續維護成本又低。愛馬，哎呀，我開雅迪喎。車友喎，入個車主群先。嚟呢台嘅話呢，白色嘅外觀，黑色嘅內籠，雙邊電動門調節，全車原版原漆嘅，靚家庭一手車嚟嘅，你睇下先。嚟，半航空嘅座椅，中間帶過道。後排獨立嘅空調、獨立嘅調節都有，豐田賽納。你話想揾翻台家用啲嘅，省錢省心又省力，唔使你過多去關注佢嘅，直接買佢就得㗎啦，好嗎？嚟2023年4月份上牌，18000公里數，21款2.5混合動力嘅尊貴版賽納，而家賣緊263800原版原漆精品車況，秒過3方。嗱，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先？各位老細，買車賣車置換車都可以了解一下，幾萬蚊到200萬嘅車都有。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先？點呢有小風車，睇車2隻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位小數就得㗎啦。第一台 C260L， 第二台 E63S， 正喎，勁喎，阿健。新款錯啦，要點呢個小風車。嚟，新款有一台23款夠唔夠新啊？嚟。25款係咪啊？夢想為明天，你點呢個小風車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。新款好似型好多喎，佢嘅外觀唔係咁樣，大中網嘅喎。嚟，差異有冇有人看啊？講到啱啱畢業啦，喺我嘅認知當中呢，啱啱畢業開台10幾萬嘅車已經係好架勢㗎啦。嗱，喺我哋直播間10幾萬預算可以揸，而係可以揸下呢台。呢啲先適合大學生㗎，牛叔，你唔好抬，你唔好抬高大學生嘅門檻得唔得？哦，咁啊，嚟呢台寶馬 X1 2024款後驅25Li 嘅 M 運動套裝。呢台咧行駛咗10個月嘅時間，公里數15000公里，15000公里。如果你想要空間大配置高，啱啱畢業或者係你話家庭需求，上落班代步，接下小朋友，空間真係大過X3呢台X1。係啊。紅黑雙拼嘅內籠係紅黑雙拼嘅內飾。我覺得而家X1真係好大台嘅咩？
大啊，佢一直都比較大台啊，我一直都覺得佢好大啊。點解後排鎖咗兒童鎖嘅？師傅一手車肯定係。嚟睇下先，分黑嘅尾燈，寶馬 X1 啊，後驅 25i 嘅。嚟睇下我後排，等你哋感受一下 X1 嘅空間有幾大。屌，開唔到嘅，鎖咗嘅，自己上鎖嘅。我哋去撳一撳啊。四門無視進入啊，撳邊度啊？你有車匙咩？啱先開咗門啊我。係啊，開咗點解唔得嘅？撳嗰個有粒掣，撳粒掣。邊度有粒掣啊？拉佢啊。哦，哦，呢度係嘛？邊個？呢個。哦，呢個。哎呦，呢台仲要帶哈曼卡頓嘅喎。哈曼卡頓音響雙拼嘅座椅內籠下，後排空間好闊落嗱，等大家感受一下先。家用車接下小朋友上落班啊、代步啊，油耗又唔算高，係咪先？仲要係後驅空間咁大，你睇下，X3都冇咁大喎，好似嚟成一個手臂嘅距離，幾錢呢台車？唔記得啦。睇下先。幾多蚊係咪啊？嚟揾個資料俾大家睇。一字頭帶走，一字頭可以帶走啦。真係是黑色的，有台黑色嘅，幾錢？係咪啊？啊，睇下先。啊，嗱，哇，好平喎！呢台仲平過嗰台白色台喎。嚟23款後驅 25Li 嘅叉設計套裝，2023年10月份上牌，2年車，23000公里數，161,800，161800啊！俾到你有哈曼卡頓嘅音響，雙拼嘅內籠顏色都有下。嚟呢台感興趣呢，仲有台白色嘅，還有一台白色的在後台。啊，白色嗰台17萬幾下。沒有網名，怎麼聯繫到車車拿資料？點點這個小風車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來，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我，留低小位小信，留低小位小信嚇，放翻去先。仲有咩車要睇嘅？各位老細，還有什麼車型要了解？大膽飄在公屏上面嚇。嚟我哋X1到X7，一係到7係。甚至 M Power 嘅車都有，寶馬全系列都有做嘅。你哋想買乜嘢車，可以將個預算標出嚟，我同你去推介都冇問題嘅嚇。嗱，包括呢一台咧，新鮮滾熱辣翻嚟嘅啦，咁正嘅。係啊。你睇下，運動4出排氣喎，呢個係咪咩牌子啊？有個 logo 喺度喎。天蠍排氣啊，升級咗天蠍排氣啊，嚟。想要型仔，想要個性，要咆哮聲，呢台車應該都有喎。咁大嘅煙囪嚟，黑色外觀，火山紅內籠。呢台呢係我哋嘅寶馬3C 新款 4K 連屏蘭花字擋把嘅，但係佢幫你升級咗一啲尾氣天蠍排氣啊。呢台呢啱啱翻嚟嘅，幾錢呢？睇下先。嚟21年小公里數嘅325，呢台得唔得啊？21年嘅325啊，10幾萬的預算就能拿下。來看看這一台2025款325 LIM 運動套裝，25年1月份上牌，16000公里數啊，價錢仲未上嘅，萬幾公里準新車原版原漆嘅，未定價呢台嚇，估計都係20出頭嘅價錢可以帶走。如果要21款嘅話，就10幾萬嘅預算可以帶走啦嚇。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先？嚟呢個遊戲機點呢個小風車，睇車兩隻字發送過嚟俾我，我後台會將所有在手嘅3系資料通通發俾你睇，好冇？馬上發給你去看，了解一下主播要多少彩禮。那如果說我的彩禮是要一台 M Power M4的一個價錢，你會揀我定揀 M4先？嚟呢台寶馬 M Power M4 4驅雷霆版本，你揀我定揀佢先？攝影師話選他喎。我揀佢再嚟溝你。揀佢再嚟溝我 ，OK？ 你哋點揀？嚟睇下，誒鎖咗添。呢台咧係已經俾人訂咗噶啦，先至幾多？1000公里1個月嘅車，幫大家慳咗成20幾個嘅 M Power。如果你哋感興趣，想要同樣咁準新嘅車型嘅話，都可以留個言俾我。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先？各位老細，左右下角小風車點入去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我，留低小位小信。
波子有冇人中意啊？成排咁多。我哋收咗一大堆波子喎，你真係估你唔到，一共有幾多台？估你唔到。嗱，出去數數佢啦，蚊精度清點緊啊！嚟看一下，我們外面有多少台保時捷？看看文姐，數下佢先。嗱，保時捷不是對你沒感覺，而是你沒有開保時捷。91111234四台，兩台帕拉梅拉，仲有 Macan， 仲有卡宴，有敞篷有唔敞篷嘅。呢度成堆全部都係保時捷。嗱，但係而家嘅保時捷呢，即係求其都可以幫你慳幾十萬。嗱，呢台8字頭可以帶走嘅一個911，呢台呢係5字頭可以帶走嘅911。咁呢一台呢係準新框框，半年都冇。行駛咗8000公里，幫你慳80萬嘅911。嗱，呢一台30零萬嘅一個718，溪文20幾萬嘅一個，唔係，呢個係最新款嘅 Style Edition 嘅敞篷718，仲有一台3字頭嘅 Boxster T 嘅718都有，好鬼多車。嗱，有冇人中意？我講嗰台 GLC 300係幾座？5座嘅，你要7座嘅都有。有7座有5座版本，啱先講嗰台係5座嘅。嚟，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先？竹香園點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威小信，係咪981啊？呢啲係992啊，992 992嚟㗎嚇。海白路係啊，過嚟睇車啦，非常之多車。竹香園喺邊度啊？喺肇慶啊，老鄉喎，哇正喎！揾入去食下啦，係喎。喺肇慶邊個區啊？端州啊，係咪先？嚟竹香園留言俾我啊！得閒去你嗰度食粥，或者你得閒過嚟睇車，咪打包碗俾我食下。嚟西太好，嚟竹香園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呢？嚟點呢個小風車睇車2隻字，留低小威小信俾我，我將所有嘅 GLC 資料都發俾你睇。包括我哋最高一個 level 嘅 GLE 啊，都有車喺度嚇。或者係凌志嘅 R 叉都有，比較適合家用少少嘅。沖好茶馬上到918，應該好老啦吧？好貴㗎？波子嚟㗎。唔係好老，係好貴啊！成千萬㗎。唔好意思喎，我呢個小廟用不起那尊大佛，暫時。不過可以幫你揾，你想要嘅話。訂金揾車，48小時揾車 ，OK 嗎？有一個入邊坐緊嘅。Chris 有一台。邊個？邊個啊？哦，OK， 嚟，即係我前夫有一台。冇錯啦。我前夫 CX450啊，冇喎。嚟呢台咧，講下呢台啦。呢台係我哋嘅 RX300，呢台唔係普通嘅 RX300喎，老細。呢台當時落地要去到成70萬。佢叫做 RX300 4驅特別版，有咩咁特別呢？睇下佢中網都唔一樣喎，中網都唔一樣喎，wedge 一 wedge 嘅喎，中網嚟3眼矩陣，3眼大燈，帶大燈清洗，20寸拎4門無視進入。嗱，呢台呢就係第4代嘅 R 叉嚟嘅，咁而家去到第5代啦，但係第4代我認為呢係比較經典啲嘅。比較經典好看一點，即係無論佢尾部嘅尾燈設計啦，定係佢嘅車頭，定係內籠，我都係比較中意呢一代。你哋中意第4代呢一代啊，定係中意第5代嘅？中意呢一代嘅飄個1，中意新嘅飄個2嚟睇下，好唔好？嚟俾你睇下，再俾你睇埋點解叫佢叫做4驅特別版，有咩咁特別呢？睇下先。嚟中控大石英鐘錶。多功能方向盤、大台顯，重點係咩啊？有一個馬克萊文森嘅音響。你哋買凌志咧，對佢嘅音響咧，唔係好執着嘅咩？一冇馬克唔要嘅，呢台咧就有馬克萊文森音響，純進口車人嚟㗎嚇，質感非常之好，空間都好大。RX300 4驅特別版本，呢台車而家賣緊嘅價錢同埋新款差唔多。真係，因為佢當時落地貴，所以而家
21款22年上牌7萬公里嘅車，318800都幫大家比新車嗰陣時係慳咗成40萬，而且冇新車買啦，係咪先？啊，便宜了40萬，你開這一台車出去是70多萬的一個豪華車型嚟嘅喎。嚟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呢？左上角關注點一點，小風車點一點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，留低小位小信可以發全場嘅車源表俾大家睇睇，好唔好？嚟，再嚟一台，邊度啊？哦 ，OK。嚟，中意我呢一代，林總中意新嘅，林總你留咗言俾我未啊？你全場都係中意嗰台 RX350 喎。呢一代00後唔係好中意00後。00後唔係好中意呢一代係嘛00後都25啦，係咪先？係啦。即係00後會中意第5代最新一款，林總你肯定係00後，係咪先？有冇講錯先？我哋直播間係00後定90後定80後呢？可唔可以將你嘅年份標出嚟啊？將你嘅年份車況標出嚟。嚟講翻又是講，咁啊講下呢一台啦。咁啊除咗有3系之外呢，4系都係有好多台嘅。呢一台比較特別啲。但係呢隻叫咩綠呢？我就唔知點樣講啦。有冇人知道呢隻叫乜嘢綠？我係記得啦。啊，大豬鼻哥窿，呢隻綠嘅綠色綠到不得了，而且綠起身有啲泛金喎，金金綠綠喎。叫什麼綠？有人知道不？嚟，俾到你啦，係4門5座版本，可以兼顧家庭需求，都可以有你要型仔嘅需求，即係佢型當中咧又比較實用啲嘅。包括佢嘅後備箱嘅空間都係非常之闊落，帶大掀背嚟睇下呢個空間，裝2個車車、3個車車都不在話下，空間非常的大。70後88年 ，OK， 我係05年嘅，啱啱20歲，加埋20歲，嚟看一下這台。卡宴後台又係英豪。卡宴有啊，有好多啊。28000現款。你要22款的話，60來萬的預算就能帶走哈。火山紅嘅內籠呢一台4系，有我哋嘅4K 連屏蘭花自擋把啦，成個配色都係比較好睇啲嘅。2024年1月份上牌，公里數28000公里，保實標23款276800，276800可以帶走它。有呢個價位，有呢個預算，就冇買3系啦，直接上台4系更型、更好睇、更個性，係咪先？嚟！左上角關注點一點，小風車點一點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位小信嚇，留低小位小信我記得，未點關注點波關注喎，得啦嘛？下晝再見，拜拜。